你是女 V， 那你养不养嘎？我养嘎，养蛮多的，就是先把它们放在土里面，然后大概每周喷水，撒一些饲料，然后大概等个5到7个月，我的嘎就养好了。请问你们会养嘎吗？不养。本台不养嘎，还会有肥宅的声音说我不养嘎。我是去买他们的幼虫，至少有一个孵出来的形态这样。请问你会养嘎吗？安陆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打算，因为安陆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有点害怕粉丝对我抱持那个恋爱的想法。但这些嘎应该差不多也挂了，因为他们就是会住在土里，成虫才会浮出这个土，就是完全看不到，像在养一盒土这样。观众可以叫你们老婆吗？已经在我们的版规里面有追加，任何关于告白的言论全部都是无视的。可以。那他可以叫你老公吗？可以，我觉得老公比较好。那女 V 可以叫你们老婆吗？可以啊，我用膝盖想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